伊斯兰的恐攻过是过会过啊。我最近读就是偏因起步一个因写的，就是甲因发现家是写的页文，毋是我家翻译啊。想要做这个翻译，我几个月前就咧想讲要去起步，还是去 Israel，因讲的 Israel，嘛甲因遐个主角就是就人去遐做志工的人联络，无一定是因即个起步的志工的专案，这志工我会做这个志工事情就是讲，这起步是因一款特别迄个行善单位艺术节做伙我家己翻译做三竞争，伊就是这整个头的人拢是共一间公司因公司赚的钱。就大家福利啥物，家己做伙分有民主的机制，互因去决定即个整个头的发展主要是做农业是牧业，就是饲只牛啥物为主，嘛是有科技化的能源甲工程。尾因历史的发展就是讲，因为这是因建构前后的经济甲军事动员的一个上基础的自卫的基础。尾就是政府选举换人社会经济形态改变，大家就无爱做伙安尼分最后就是因就是去找就公司资产不断的私有化。总是因有一个最要紧的是，因做这个国际志工的计划已经50年较久有超过30万个人，30万个人，对，35万人，我刚先讲啥，超过35万人或者是以前的少年家也是青年，即马拢起家对，现在这是像我看伊的消息想要甲伊翻译，因为我感觉当然我看学者讲这甲台湾无啥物关系，甲伊无关。我感觉咱大家拢有关系，所以我特别是我有做一寡研究。其实我看到这个恐怖攻击的时阵，我一开始是无啥物感想，就算我迄阵有甲一寡因遐的人咧做联络，因遐人嘛无随甲我讲啥物，不然才甲我讲，即摆咧战争你无来，就等日子较好的时阵才来，我才知影讲这代志是足严重，无就是听到厝人咧讲啥物佫死人又佫听到人伫 Twitter 写讲因攻击尹家辉，因敢攻击遐个治安人员，敢安尼，我毋知，伊就写安尼，敢安尼，我尾后看到因就是因便所有人秘密内底锁起来红的，因遐个恐怖叫开册，就逐间便所开册，就是安尼，佫有手段牵个一个防空壕内底，内底拢是人，一个人走出来，嘛用拍死，就是开挂枪的自动枪步枪拍死。感觉安尼，或者即款资讯战啥物足济嘛，对啊。我今日是翻译即篇，比如我写一寡，因为我即篇嘛做就是外文的，想要看要安怎写是用月经原文为主，其实读久就变做像新闻安尼，你也毋免去注意呢外音是啥。对这 II 是迄个客语安尼写啦，客文，毋过嘛毋是拍巴士，是 RC 到无迄款，就是安尼，对吧？Israel，其实伊是读做 Israel，L，我毋知 L 变写 Ariel，朋友我想要拢知影，阮国咧2023年10月7号即天，被控制加沙高地凶死恐怖组织哈马斯的恐攻，因屠杀阮的生的隔壁无辜国民，也叫阮三金村国中的咧南部的会馆真。伊讲拜阮咧做偶像，学霸，数千外有的民众被惨暴恐攻来死人，人恐怖是连红婴囡负责人、老伙都无爱放过。外港来争伊趁食价钱顾厝内的嘛，安尼就去因也绑票，伊也佫绑票239位民众外港来做演习，掠去加沙场，讲安尼因恐怖头人会有奖励，互因遮的好看是钱财，也公务间死到拢用的，公务间死到拢用。
嘛伫安尼，迄天阮国防军伫安人员甲遮个恐怖哈马斯相战，死人超过300位去，阁有3间庄个徛家工厂公社，互因恐怖放火烧，手摕有坏个财产嘛，互因土匪抢劫去。迄天乌向恐攻后，阮各种安全个证明也拢已经安大。阮政府3间庄运动组织嘛，专心咧甲受难民安抚，望因通为艰苦惊吓创伤与后果。即个哈马斯恐怖要消灭阮百姓存在所做的惨暴，是世界看甲明明明，就是世界人毋捌看过恐攻上惨死啦。各国头人也着安尼来甲阮相挺去甲凶死的恐怖相拼。阮规个社会是拢动员来支持军事进步消息的作战，嘛着爱做伙来疗养着屠杀的抗争。实在是，人生的隔个3间庄，原底圆满爱和平无计讲。错也着即个恐攻受难上清，就安尼邀请咱做伙每日写讲咱的心情感受，分享咱的记忆，甲咱讲起甲受难者也是咱遮重要的3间庄的故事，当然嘛甲世界讲发生在阮遮的酷刑屠杀，来替阮斗相共讨公道。当然阮足强，阮会再起，阮着袂正遐要免阮过夏朝家的奸恶凶势。望平安顺心着紧来，咱3间庄志工专团队老，就因个名 Kevin Moore、Sherry Naved， 原嘛，原就是寿司。遮，我对过去的想法是，其实咱为1947年开始讲，就是因 UN 个联合国要讲一半是阿拉伯国家的，一半是 Jewish 的。Israel， 怀疑因这个所在为奥特曼帝国英国甲伊拍赢了后，因这两组人就是咧发展伊个国民意识。尾仔就是当嘛是就是因较早伫遐，因佫开始伫遐买地，买即款烂地顶个有大人。就起一寡人就甲因杀土匪啥物，所以因就家己保护家己。不过就算因因少年仔足有理想的，为欧洲走去因遐，不过尾仔嘛是大无法度，嘛是有死人安尼，就是内部就是一寡加料死人。所以足侪即款代志尾仔就是因赢着英国的支持嘛，所以是其实因1920抗议迄阵就。英国甲即个地接落来是因着赢着因个支持，我尾仔就是发觉有一寡因无度拢顾好诶问题，讲恁遮人莫阁移民过来，就互有一寡强租诶去对英国恐怖攻击，就对因个军警也是因个财产去恐怖攻击嘛，死几百人，即侪有影代志。所以我袂讲，主要我想要讲是1947年诶 UN 诶和平分地计划，或者迄个阿拉伯联军，伊也毋是巴勒斯坦人。然后迄个地号做帕斯代，无迄阵无帕斯代啦，对吧？就号做帕斯代，我无帕斯代，对。我因个联军嘛，毋是要互因独立，因遐人即马讲爱独立人，也是安怎？怀疑嘛有即个机会，互因会当独立建国，个种即个人历史人个看，我毋是足了解，我是读一届尔，无读即侪届。如下骹有即个资料，咱会当个看讲因。到底是安怎？怀疑因遐地主要是Egypt 啊、Jordan 啊、啥物叙利亚，做侪联军，因就无爱意思哦。王讲是因咧甲巴勒斯坦，即马讲要独立人斗相共，个敢有影？反正就是先开始也是鼓励人，因个支持者去做恐怖攻击，去杀人、掠落杀人，是强奸因个平民，攻击因个车队，还是遮交通设施啥物货。尾仔小战嘛，小战一说有战赢对战争嘛，即个平民拢变难民，对有一寡无道的思想，就侪即种代志。嘛战过啊届拢战赢遮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到是要生，就是要活，要战，就是安尼啊。有人讲迄个空袭叫啥物建筑无死人啥物。我其实甲即个恐怖攻击
一个防空盒内底一堆兵民，你弹一个手弹入去，这到底是啥物差别？我讲的这个差别是，这到底啥物较精准？我讲的是精准，比如讲人就是飞过去，啊一个见着，就清楚就是有即个目标。怀疑是战争，怀疑。其实我感觉互牵手弹，互对我即个感觉是足个性的，甲一个飞行机飞过去，伊有一个目标，我感觉这是真正差足济。我感觉我无想要互我无想要一群人去做伙互弹一个手弹落来，就是安尼。我有即个感受足深的即个感觉。其实足济人咧讲即款困境啊，是若是讲两难啊，像我感觉。我感觉这代足明显，我完全，反正嘛是因为我有较熟悉，我嘛看到讲有，迄阵嘛看到一个是意思话，艺术家因讲要甲因遐和平的帕斯坦主张的帕斯坦人做伙和平。我嘛都看到最近嘛看到消息是，一个北部因是做音乐嘛，是讲爱和平甲遮帕斯坦人，啊叫因上尾是安怎互拍死啊？对，因互拍死是因为要保护因后生，啊，尾仔因后生就去因两个翁仔某的尸体下骹过来点钟才互救出，就是安尼。我毋知反正当然哈马斯甲帕斯坦七成的人支持，不过因嘛是有帕斯坦，因哈马斯嘛是讲，因嘛是内政。因恐怖炸弹、林巴炸弹，啥物即济台人绑票嘛做几啊届、几十届啊！啊，因就是林巴炸弹、自杀炸弹的迄个比例上悬，甲别个恐怖啊组织比起来，所以因就来真正呀。就像伊迄个恐怖啊，哈马斯偷人因一个偷人的后生讲的，你根本毋知你是咧讲啥物，你根本毋知家己咧讲啥，你根本啥物拢毋知，佮佮遐讲，就中咱嘛，啥物拢毋知。我相信讲伊一定是搁较清楚咱毋知影的部分，所以是一个叫凶残的来者。我袂晓讲，伊到嘛有人走出来，嘛有人讲因抗议哈马斯，啊个嘛流氓走出去，就这其实咱拢毋知个。啊嘛有时仔啥人讲啊哈马斯敢有遐歹，遐有遐恐怖，就是讲一寡因的意识形态。林巴炸弹一些台湾我无遮想，我敢会甲帕斯坦人同情。我感觉因就是紧走出去，我即摆小静了，紧走出去，然后佮伊莫死就好。我无想要，我无想要评论讲啥，或者讲即摆即个状况我无遮想。佮嘛有人较最后的判讲嘛是有人讲，就是讲因啊，意思也无正呀，因遐阿伯联军绝对是互。毋是民主，也是独裁的反人权的影响力搁较大嘛。对啊，上早哈马斯嘛做社会公益嘛，做社会公益啊，人外国世界有甲伊赞助经费啥物的，啊就安尼啊，尾就自杀炸弹。对我是感觉，但我遮是写讲，应该去向因的阿伯的外国世界讨公道啊，甲伊遐小姐还是支持哈马斯。无啥物道理啊，就是恐怖攻击兵民是上害的代志嘛。当然，我嘛看到讲有一寡像 Aaron 也是 Aaron，因为迄个啥物 IRA 嘛，IRA 伊嘛有做小一个恐怖攻击，不过较侪是攻击因为军警，就是因军车经过爆炸，第一届爆炸啊有人来救，迄个时间算又好，又好。第一届爆炸来叫人嘛拢死，即即个款代，我嘛帮着兵民，过因为回事咧，对，因为回事，尾也有枪啥物条约，拢是枪条约，毋过即届嘛是有枪条约，讲停火，像几啊年前嘛，所以佮拍迄个火箭弹，啊停火啊，即届嘛是规个力破就是攻击嘛，啊是像 ATA 是迄个 El Scarra 是即马 Spain 诶所在，因为美国建构。迄阵还是因独裁，迄个法国独裁统治的时阵，啊尾仔因民主化，就是大拢做讲，因民主化过程是讲，甲过去的反人权的拢放袂记，然后无代志，
啊，就是安尼，啊，尾嘛继续恐怖攻击嘛，害着兵民。其实这我尾仔因讲有回事啊，其实这好说我无好讲，我就有这个代志，尾仔伊嘛是用改线，我需要搁较了解，无即马讲啊就清楚。嘛有即摆因还有人互掠去关安尼，嘛要讲因歹讲意见讲，因做较好台湾啊，因做去做较好台，因路牌拢有因诶文字，因有因诶教育，就因就是家己诶文字一排，因诶语言一排，啊下骹才是因诶实名证款诶，España 诶即个文字安尼，我即个世界足侪就是即款代志。就会晓讲像南非迄嘛会晓讲啊，就是伊原底是家己诶。因为少数毋过在地化，讲家己叫做 Africans，啊尾仔就变做建造隔离诶建款啥物，这是一款代志。其实迄工我这无去，或就是因兜规个厝友拢就死，对啊，是安怎？我迄工因意思话因诶欠药诶啊，欠诶管罪是足严。用后咱即后是即中国市民是搁较严，因搁会晓摸着武器，讲毋过对啊，尾仔迄阵嘛有人兵民嘛是有，因有一寡组织嘛是有武器甲因相争啊。即少年兄就死啊！我感觉咱会晓反省就，嘛毋是反省，就是讲，其实咱台湾嘛有时，我感觉看到即个代志是讲恐怖攻击。我想有我迄阵咧做兵诶时阵，甲一个共体咧玩即个伊说有甲 Plus 9诶代志，就真正玩讲着即个代志。我讲着说有讲着因一开始是买地啊，什物，其实毋过迄阵知影嘛是无即马知影遐济。我有讲着是就是讲雾社事件，我就讲雾社事件嘛是恐怖攻击，伊就足无法度相信我讲出讲雾社事件嘛是恐怖攻击，啊，无遐人是安怎死平民军警，就一开始是恐怖攻击，害着平民，所以我感觉咱即马爱做就是，这实名监款，就是中国啊，就是有说个，就是爱透过民主选举才会当，互咱环境莫变搁较歹。啊，出现代志民间会当做代志足济，咱有欠啥就去种啥，欠学校去学校，欠军队去军队，就是咱爱靠家己啊，对啊，就是爱靠家己，你莫互环境搁较歹，因为对，是爱靠家己。我知影一寡以色列历史是看即本《The Promised Land》，就是咱台湾有翻译做中文诶，叫做阮互阮诶地。因我毋知，我翻译做台语，就即摆无台文，叫做阮诶地。就是即个以色列媒介嘛是，即摆台前上主要咧写以色列代志诶，一个一个内容诶创作者安尼啦，就通看。外国也是有希望诶啦，对于人类遮所有诶即个代志，我也是有希望诶。佫有我头前讲着迄个起步字，台湾嘛毋是我即马才有人想要去，之前几啊年前就有人去啊，对无？因嘛有一寡写一寡物件，我看就是烦恼安尼，就啥物中国讲啥物中国人诶物件，变做家己是中国人去讲，我毋知。其实物也无一定是中国人，或者就家当做是中国人诶物件，家己变中国人安尼。过来就咱台前爱家己出去，家己写咱看到诶物啊，写互咱大家。即济通看，拢会使，我咱家己嘛爱写。